Hello，你好，我是备考教练陈建林哦，很开心你再度来到这个国家考试系统式备考策略 YouTube 这个频道。那么呢，其实我们发起的这个系列的一个影片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落实哦，协助300位公职国考生哦，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式备考策略，可以顺利拿下公职国考。好，所以我们的影片将会以系列的一个来去做一个制作。那目前呢，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第15集了，好，第15集。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就想要跟来聊聊，就是关于这个核心考点的一个建构术。好，那我先帮你切换一下投影片了。如现在投影片所看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核心考点的一个建构术。其实我们主要呢将会聚焦在可以协助你告别随意学习，而让你每分钟的一个备考可以精准瞄准这个上榜哦。好，那正在看这部影片的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哦，就说你其实在面对大方向备考的时候，其实是随手翻阅，这时候你可能是下班疲惫但是是没有什么目的只求自己心理安慰。那在这样的一个公职国考生，其实常常会遇到这个考点失焦，你可能呢读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内容，但是内容之间其实是没有办法串联的。而这会导致呢，其实你在进行这个申论题写作的时候，会脑袋一片空白，也会进一步会让你感受到的这种自我怀疑哦。那这自我怀疑的一个蛮重的一个感觉往往都在补习班在这个进行模拟考的时候，哎，奇怪，我都有读啊，或者是老师上课我也听得懂。不过在写这个申论题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成绩出来会让你觉得离这个上榜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遥远哦。但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不妨等一下这个观点你可以好好的去做了解哦。因为这类型的一个考生其实通常不是懒惰，而是他可能会掉入这种低效率的一个奋斗的一个陷阱。那怎么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进行解说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整个架构大概先掌握起来。其实我们整个系列影片它的源头来自于就是说，透过 AI 备考的一个诊断，好，其实 AI 备考的诊断呢，其原则上会有这个200道的一个题目，那每一道题目呢，其实它背后都有对应的相关的一个盲点，那我们所谓的今天的第15集，其实就是在解释这个第15道的这个问卷，它背后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剖析。那我们预期就是说，原则上都一周会针对一个盲点来去做进行解释，但在解释的过程中，原则上我们第一个会先探讨的就是关于这个现象层。好，那现象层其实就是带你来了解为什么，那每个为什么都会有大概会有3个的一个角度，一个叫做工程学的一个视角。OK， 好，就是如现在画面所看到这工程学的一个视角。那至于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第二个点，我们会从这个认知心理学的一个视角来去做探讨，然后再来也会从这个心理安全的视角来跟你做探讨。那探讨完背后的为什么之后，那当然你要了解就是关于这个做什么。那做什么也就是所谓的一个解方程。那解方程其实我们会用这个呃这个备考武器。好，那每集节目其实通常都会提供这个3个备考武器。那你不见得就是每一个武器你都一定要学到会。你可以视你自己的一个情况而定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一个武器来去做运用。好，那最后其实在影片呢，我们都会给你就是说，这一部影片如果说你今天影片是可能是某个时间点你看到，那你可以把影片拉到这个就是今日任务就对了。那今日任务的一个用意其实是你今天就是看了再多的书，或者是听了再多的这种怎么准备方法准备考试的一个相关策略的一个要领，如果你最终没有去做落实，其实也是干嘛也就是会比较浪费时间就对了好，那听完就是整个的一个架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每周尽可能一部影片的一个上架，可以协助你在准备这大范围公职国考可以早日拿下公职国考考试。那至于就是影片的一个下方，其实都有对应的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呢，其实是备考教练团队其实从以前辅导备考到现在，我们所提炼出来的一个上榜的一个轨迹。那这个轨迹呢，其实基本上已经把很难就是不太好执行的东西，或者是比较个人化的东西，大概都已经撇除掉了。
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愿意用这套系统，那相信这个上榜的一个胜算，好，应该有一定的一个几率的存在。好，如果说你想要去加速你的上榜的进程，其实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先透过这个 AI 备考的一个诊断。那诊断的一个过程中，好，你最终把这个结果传到这个官方那教室，好，那团队收到之后呢，都会针对你个人来进行比较细页一个详细的一个评估，那最终会给出对应的一个提案。那这个提案基本上就是想要协助你，可以早日缩短这个上榜所需要的时间，好不好？那赶快进入到今天的一个主题里面哈。那现象层，我们刚刚想要来去跟各位来去做解释哈。那如现在投影片所看到的其实这通常就不是这个意志力不足啦，其实系统上真的是有存在的一些 bug 哈。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行为工程学的一个视角，其实大脑是这样就说你今天在进行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想要从这个阻力最小的一个路径，阻力最小的路径。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要怎么去让自己可以避免走到这个呢？其实原则上你就要做到，就是说有明确的目标，以及这个有清晰的一个路径。好，那再来你可以有一些及时的一个回馈，那这样可以让就是自己的大脑其实可以避免掉这个高认知的一个负荷。那怎么说因为这个其实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反映就是说自己在这个学习系统中缺乏了这个明确的一个行为设计跟环境的回馈。那想象一下，你今天在学习环境就好像一个我们今天没有明确的一个导航的一个迷宫。那当你打开书本，如果说没有预设目标，那这个目标可能是什么？今天我们到底要攻克哪些的一个核心的考点？那这个如果没有目标，又没有清晰的路径，好，那什么叫路径？就是说你今天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去学习它？好，那也没有所谓的即时回馈。例如我今天到底掌握了多少？这时候大脑就是如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找到那种最省力，然后阻力也是最小的地方来去做前进。而当陷入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随意翻阅就会变成了你常见的一个备考的行为，而这当然也会让你产生一种就是心理上的一个慰藉。教练，其实我有在读书好，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有读书跟到最后它的产出效果，如果你不能让它产生相关性，其实在面对这个备考就会比较白搭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想来跟你探讨，就是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就是说我们从认知心理学来去看的话 ，OK， 那你可能是陷入这种能力错觉或者是认知超载那什么叫做能力错觉？当你今天呢重复在阅读某些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已经看过的熟悉的内容，那它会让你产生教练我好像很懂我有这种很懂的一个流畅感。但这种流畅感并非真正的理解和记忆，因为它可能是短期记忆的表象。一旦进入这种主动提取或应用的时候，大脑就会常常的这种卡住，而这种错觉会让你以为自己掌握到这个核心的考点，进而忽略到真正的学习的一个盲点。好，那至于这个认知超载的一个部分其实面对大方的公职国考，老实说这个范围其实是相当的一个广泛。如果说你今天是没有系统的一个规划或者是去做拆解，只是随意的去做翻阅，那这真的会让你产生就是说你并没有办法很效去做处理或整合这些资讯内容。而这样做，如果说你没有去做改善它最终会导致你就是学习效率其实非常的低下，内容其实没有办法有效传承这个长期的一个记忆。那后世认知的一个不足其实就是有许多公职国考生，其实他本身比较缺乏就是自身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监控以及这个评估的一个能力。那这种对学习本身的不自知只会让国考生其实比较难以去调节就是调整自己的策略就对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去看一下这本质层，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心理的一个安全视角来去看的话，就如同现在这个画面所看到的。你今天在这个随意学习其实最终会导致这个失败那也产生不确定的一个增加。那其实我们的潜意机制的一个保护的话，就是说我们逃避失败因为为什么你可能会这样认为，我不去设定目标那失败的一个打击感就会比较少那在于这个低风险的行为，就是说我们会避免深度的思考，那以保
就是自尊心作祟就对了。好，那听完这个本质层之后啊，接下来我们想要进入到这个关于解方嘛，因为你已经了解了就是为什么，那我们就来了解，教练，那到底我要做些什么？那如刚刚所说的，我们做些什么？这地方会给出了这种3个这个备考的武器那每一项的武器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协助你可以更精准来去准备考试。好，那这3项武器呢，其实分别是什么？好，如现在投影片所看到的，第一个武器呢，就是这个核心考点的一个雷达图。好，那第二个的这个武器其实就是每日精准追击法。好，那第3个武器呢，其实就是考点连接回路。那这三个武器其实它原则上就是从1串联到2来串联到3。好，那每一个武器呢，其实原则上都有3个的一个 SOP 的一个动作。好，那首先我们来进行就是看第一个武器的一个部分如投影片所看到的，第一个武器其实就是说，你可以盘点出就是近5年的这个高频的一个考题，就是说常常考的。好，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定位。好，那定位就是说你既然已经盘点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将它画成我们的一个这个心智图以及你的作战地图。那接下来针对你盘点出来的这个重点考题，你可以这么做，你就是可以去做评分。这个评分这地方请你仔细听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公职国考生很认真的看书，很认真的去补习班，很认真的去整理重点。但如果说你在这个评估的地方掌握度你没有掌握到好，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考题的熟悉度并不能只有停留在理解跟记忆的一个层次上，你必须要转换成输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申论题来去做举例的好，你今天看到这一题，你是不是可以将脑中所掌握的知识可以架构性的一个输出，而且在现实之内来去做论述完毕那如果说你已经能做到这一点，那原则上就是这个熟悉度或者是核心考点的评分基本上都已经有来到了4分的一个左右。好，那第2项武器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每日的一个精准来去做一个怎么说就是精准的追击就对了那这时候你可以透过这3个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圈选那第2个是唤醒，第3个叫验证那什么叫做圈选？圈选的一个用意其实就是说，你今天锁定就是说你刚刚所盘点出来这些，对不对？1到3个这个比较低分的一个弱点。好，那圈选出来之后，记得每天你大概可以选择3个然后接下来你的每天要执行的动作是什么？我们要唤醒。什么叫唤醒？唤醒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可以利用番茄工作中25分钟为一个单位，你这时候你就专门做一件事情，就是输出就对了，尽可能把你脑中这所想的东西来去做默写再记住是在不看书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有很多的考生其实不断在演练输入，但是输出就是说在不看书的情况下，输出其实做得很少的，尤其是申论题。好，那当你在不看书的情况下主动输出，输出完毕之后，第3个步骤就是所谓的一个验证。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将你所看到的这个内容，对不对？应该是说把所输出的内容，然后接下来去做检查，那跟什么可能跟你的笔记啦，或老师上课的一个讲义来去做核对，看哪个地方有所出入。而这时候的它的量化指标其实因为如果说你有看过相关的文章，你一定会知道，其实我们在面对大方的备考，其实从准备考试到上榜的这一刻，每一个环节都有办法被量化跟衡量我们就是透过了所谓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指标那关于这个每日精准的一个追击方法，其实每日的量化指标就是说，你有没有利用这个2个番茄工作中来练习这个你的核心的考点、针对弱点让自己可以完成这个80%的一个达成率。如果有那这项武器就是执行的还不错，好不好？那接下来这个第3项武器其实是关于什么？如投影片所看到的就是考点链接的这个回路那一样有这个3个这个标准的一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建立关联，第2个叫绘制路径，第3个叫做模拟应用。建立观点是你的思考就是要点就是你今天掌握到这个概念你可以跟它的一个前提到底是什么，那它的应用又怎么样？那有没有一些例外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模式，接下来你要绘制路径。
绘制路径呢，就是把它标示说，哎，它相关啊因果或者是一个这个它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链接。好，那接下来才是模拟应用，你可以口述这个申论题的一个架构，哎，这地方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你看你今天上了再多的课，对不对？那这里再多的一个重点，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把它用口述或者是手写的论述申论题的一个解题架构的时候，你进到考场上啊，你会发现，哎，题目好像大致上，有的重点我都抓到，可在下笔或在组织架构的时候，就会有点难度。好，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你不用怀疑，就是在输出这个地方你并没有做得很好，很扎实。好，那你要进行这项武器一样也有这个量化的一个指标，就是每周啊，你可以产生3条跨考点的一个的路径的一个连接。那透过这样，其实你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啊，也会更加的绵密跟架构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一张投影片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兼职考生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哦。这位兼职考生呢，其实他当时核心考点掌握的比较去做零碎那大多的掌握度就是说，他有一些是已经抓到重点，但是在这个重点如果考出来的话，其实他的掌握度是只有2到3分那模拟考出来的成绩其实根本就不到50%而这整个过程让他感受到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空虚那他用这套策略啊，其实1个月之后，他会发现就是说这个掌握度逐渐的一个提升。这个掌握度其实你可以这样去做思考，对不对？我们在面对大范围的公职国考，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今天看的这个考试考题没有错，我可能看不懂那今天透过老师的讲解，可能又是一知半解，那花了蛮多的时间，终于这个理解度增加了，对不对？这只是前期因为这只是理解，对不对？那有很多的考生会这个上课的时候理解，然后同时的去整理笔记，可是这前面做的再好，其实它真的是无关胜负因为胜负啊，其实在后续是这个考题出来，你能不能掌握？而这掌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限时之内写完，并得到你应有的分数。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掌握到你先前所掌握的碎片化的一个知识，你必须让它可以产生记住拿起这个笔跟纸记下来，你必须让这个碎片化的零散的知识可以有办法做到结构化的一个输出如果说你做到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你的掌握度其实掌握起来，那你的备考的信心你也开始会逐步的去做提升那这就是这位兼职考生，其实他当时在用这样策略其实得到不错的一个效果。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你今天听到这地方，对不对？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系统式备考策略可以有所成长，可以考试可以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你记得每部影片呢都有对应的这个每日的一个任务。其实这个任务你可以把它称作为今日任务啦，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这一周你要做的一个主要任务。好，你可以这么做第一个拿出一个考科，对不对你可以讨论应该不是说讨论你可以针对一项你比较擅长的科目，因为如果说你要追求这个成就感，你可以先从擅长的科目去做进行，先感受一下这个策略可以为你带来怎样的一个效果。好，那如果说你的擅长的科目已经准备差不多，你一直想要攻克你多科，你也可以这样拿出这个科目，然后找出这近5年的核心考点，对不对？来诚实打分数。那关于这个诚实打分数，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说嘛。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核心的考点，你就是知道它是重要，也是会考，可是你就是写不太出来，那这时候你的评分，对不对？就是可能不到4分你就把它很诚实的写下去，那接下来花时间来去攻克它，好不好？那听到这个地方，我真的会建议影片真的不要只有观看，看的确没有错，可以提升你备考的一个策略，但是重点是在于执行。好，那你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任何的一个问题，你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下一个问题，那团队真的都会一个一个去看，好不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加速你的上榜进程，或者你想要更进一步掌握到自己的一个备考盲点来对症下药，那 AI 的一个备考诊断真的你可以去做进行。那当然在这个我们 YouTube 频道其实也有发起的这个票选就是票选。那有很多的，应该不是说很多啦有部分的这个
伙伴，哦，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去做进行，好，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透过 AI 的这个备考见证，你就可以在底下好留言，你就说，哎，教练，这个 AI 的一个备考诊断怎么进行？好，其实就会有专门的这个服务人员协助你来去进行，好不好？那今天这支影片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了，好，那最后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那这个频道哈，其实你就要这样进来哈，你不要说哦。进到这个地方啊，要完整的跟他耗，为什么？因为人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哈，你最起码的一个底线不要超过3年，好，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当做这个长期的观众，你了不起就是花3年的时间，就是一定要拿下考试。那正常来说啊，我们经过的这个统计，原则上你只要用对的方法哈，大概1.5年到2年，大概拿下都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除非你今天真的是有点混，有点混，好不好？不然的话拿下这个公职国考，在预定的期程之内拿下这个考试，其实原则上按照我们先前的统计，其实这个胜算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好，那如果说你想要进一步与我聊聊，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加入这个备考教练团队官方NINE教室的时候，可以来去进一步来去做互动，好不好？那今天这影片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喽。